太吵妈妈。我想要那个笔，那是要奖品吗？就是我现在要分享给你的，所以你要乖乖坐着，一下子而已哈，要乖乖才有机会哦，你没有乖乖没有机会哦。你上次不慢跟我说卖茶，嗨，要给我喝吗？哦，好啊。阿来，我最想要绿色的。哦，你要绿色的，很好。好，好，谢谢你。老师已经帮你擦习惯了。谢谢。乐乐来签名，来，咱们。你拿太多了吧？他说他要来，要跟我讲哦哈。这个要表演。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听老师说。等你们读书了哥。你先看这里，你用这个签啦。你要跟我讲主语才可以哦哈。好，咱们的符号。谢谢意思是什么？阿来。好，你先在这边来。你先猜这个。嘟嘟恩古，说了符号要跟着我念哈。干到外。In bit， 哎，干到外 in bit， 阿布，好，你整句念，干到外 in bit 阿布，外，阿布，哇，来，我们为我们的嘎造掌声一下，哇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嗨，阿妈咱咁好多，那你开心一。人道外，人道外 in bit 阿布来，人道外 in bit 阿布好，整句念来。嗨，我们是不你 in bit， 哎，长，阿妈进嘛？哎，阿妈那个好多，哇，这个呢，哪一个？你做干嘛呀？你说你按，干嘛？你做干嘛呀？你说，你说不要来，你做干嘛呀？你说，你按，你做干嘛呀？你说，啊，好看那不是玛丽的了，这个就是好看的。对，你要压它的怎么抚摸？哇！可是用转的也可以。哦，真的哦。哎呀，这什么那个不呢？是什么的？我的是白手可不白。你的是什么？白手可不白。你的是猫咪耶。哇！你的是企鹅。哇啊！你那的呢？你那的呢？我那的是炸虾。它是炸，他们两个都是炸虾。我想要跟妈妈画。真的是角落生物。角落生物。小鸡耶。钱我的角落生物，马上就画了。哇！原来它可以，你会懂，等下我都整。可以拔下去。好，不要啦，会坏掉。等一下就，我还都不分我。你那个啦，你那的，你那。小编辑呢？小编辑呢？哎，阿赖，阿赖喊呢？什么？阿赖喊呢？哈 ，in bit， 你讲 in bit， 什么？什么？嘛？什么？嘛 ？in bit， 他讲话超可爱的。那可能跟你交换。in bit， 我要跟你。他刚下课对不对？哦，对呀。哎呀，拔下去就收回来。那你签好了吗？好了哈。签好了。老师，我们要签双面吗？好，3面不要搬家。搬家。哇，假设困难农民说开心，是什么？阿来按计算好开心。是猫咪吧？那要写给你。不可以乱写。